这是的嘞，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全球藏人青年及多个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喜马歇尔邦灾民；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印度当选副总统；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开幕。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与藏人青年进行交流，驻澳洲代表噶玛森格会见澳大利亚影子外交部长。瑞士藏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0届会议期间举行和平抗议活动。世界各地藏人持续庆祝90华诞及慈悲年系列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9月10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了由全球藏人青年、洛卡文化福利协会和美国伊萨卡朗杰学院共同举办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无论中国在叙事中如何评价，他始终坚定地致力于西藏的自由事业，并重申将长久注视。达赖喇嘛尊者还指出，他特地的告诉我，对手的这个在我的这些彻底期间做了的野心表演宣言呢，好个一路说过，一起给那些茶商给南修老年看，现在我这里头啊，他做了这些，对你们差这个样的。怎么能有是不是做这个样的？怎么能有是我的是不是这个达赖喇嘛生呢？这个场面感冒起来了的，他谢谢了谢谢，哎那俺来下呢，看到这俺这的来的嘛，我们给这里知道做的样的，哎那看到这是俺的来人也都这个参谋了，哎那跑下上午这下头啊这个谈了的呢，哎，他告诉我的吃肉，俺那做对的，也是人民你是接受这样的这些个，其他人没那么这个人，俺也没那么这个人。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9月9号致函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苏克温德辛格苏库，对今年季风季节极端强降雨给该邦多个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空前的财产和基础设施损毁深表哀悼与关切。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肯定了喜马歇尔邦政府所做的救灾工作，并强调已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捐款，支持灾区的救援与重建工作。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四9月11号致函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总督拉达克里希兰，祝贺他当选为印度共和国副总统。尊者在贺函中表达了对印度能够在个人与全球层面促进和平的信心，并祝愿当选副总统在实现印度这一伟大国家人民的希望与愿景方面取得圆满成功。与此同时，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于本周三9月10号在印北达仁萨拉开幕。本届会议将审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及所属机构2024年至2025年年度工作报告及其他相关事项。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在开幕式上致辞时，重点提及达赖喇嘛尊者于第15届西藏宗教大会上明确表示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将延续的决定，并强调认定下一世达赖喇嘛的唯一权利属于甘登颇章信托基金，而非北京当局。议长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访问西藏是一次政治作秀，无任何实质意义。
本次会议将持续至9月18号，期间将审议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报告、委员会评估以及嘎夏的答复以澄清。议会还一致通过了一份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决议。另外，藏人行政中央最高法院大法官伊希旺姆、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以及官方发言人丹增列谢于本周三9月10号在司政会议厅会见了主办达赖喇嘛尊者长寿法会的全球藏人青年代表团成员，并进行了交流。期间，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对世界各地的藏人青年为尊者举办长寿法会表示高度赞赏，并强调了藏人青年在所在国推动西藏自由事业的关键作用。首席大法官伊希旺姆讲解了最高法院的演进、架构、职责及下属机构。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则介绍了议会的发展历史，并阐述了议员的职责。司政边巴次仁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流亡藏人社区与青年之间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并指出即使方式有异，也应同心协力，共同为西藏的自由事业奋斗。此外，澳大利亚引自外交部长米凯利亚·卡什参议员于上周五9月5号在澳洲国会大厦会见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噶玛森格。在会晤期间，代表噶玛森格向上述政要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推行的慈悲年活动，强调这一活动旨在庆祝达赖喇嘛尊者一生的功绩。他还介绍了尊者重申将延续展示制度的决定，以及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日益干涉。参议员米开利亚·卡什表示将全力支持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并谴责中国政府对藏裔澳大利亚人跨国打压的行为。另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0届会议与日内瓦开幕之际，瑞士与列支敦士登藏人社区以本周一9月8号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外举行了一场和平抗议活动。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在活动上严正指出持续存在的西藏人权侵犯事件，并特别提及西藏公觉县曲杰寺主持巴德旺杰荣波切在狱中遭苦刑致死的案件。他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关注西藏的人权侵犯事件，并保持持续一致的倡导。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时，重申了他的办公室正在持续与中国接触，但在保障维吾尔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以及西藏人民的权利方面仍未见进展。他强调，这仍然是他的办公室与中国对话与监督工作的优先事项。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作为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九世华诞暨慈悲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的藏人及相关团体于近日通过各种活动继续推广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及慈悲理念。在巴黎，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处与当地藏人协会于9月1号至10号举办了为期10天的宣传活动，推广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活动包括图书展览以及上密院僧众现场制作彩砂坛城等项目。在比利时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于9月6号在当地的影院放映了纪录片《幸福的智慧》，并在该市重要地点张贴了达赖喇嘛尊者慈悲信息的广告牌。在丹麦，当地藏人社区于近日在赫尔辛格的一家养老院举办特别文化节目，弘扬尊者的慈悲与利他理念。在印度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于本周在印度国际中心举办了一场以佛教哲学与现代科学的交汇以分析为主题的讲座。另外，崩扎曲松藏人定居点的九世华诞组委会于9月6号至10号举办了为期5天的足球联赛，邀请当地藏人和印度民众共同参与，以此庆祝九世华诞及慈悲年系列活动。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